好香！哈？好累啊！我还冇食饱呢。韩國人眼跟同媽都種下暗度，嘅韓做啲拿嚟做乜嘅呢？他講完愛食飽就聽說愛食飯啊，故事我要想法了，來 music。我要飯，我要豬肉，豬肉飯，我要토마토醬，我要卵，토마토醬卵，豬肉飯，토마토醬卵，토마토豬肉卵飽飯。經過呀點點空空嘅開場以後，接下來就正經來教大家上來토마토醬豬肉卵飽飯，我用嘅啲烏卡地度啲土鳳地度切架來做了。好，第一步，我用微波爐，故說先來撈做啲偏香嘅東西，撈佢切啦，先來切蒜頭，韓國蔥頭。好，蒜頭其實吼，我就習慣按用砍嘛，撈佢砍扁，味道會出來，按用就做得咧，砍扁。看遍以後就做得撈佢冰到做得微波嘅台灣工地度撈佢冰落去，撒下來就係蔥頭因為香樣要係偏香，故所切一啲啲咧就有辣了，好1/4也差唔多，好撈佢切悠悠，切悠悠。好，切悠悠過後，香樣俾撈佢裝到也做得微波嘅台灣工地度。其實吼，也喺微波爐幾件啲嘅生活當中，有當重要嘅 TV 嘅，用辦公用因為佢來煮東西呀，來介紹東西，真見當方便，一定方便，下包含也偏上嘅動作，佢咩做得來做哦。韓國也皮筋吼來，皮筋咩樣樣，撈佢切到幼幼。因為人愛偏香，雖然講好洋平菜地度，幾件有豬肉嘅，不過呀，培根好像係一絲絲嚟聽聽，人來偏香用嘅。好，來培根，然後佢冰落去碗地度。韓國人愛撈呀，嫩油冰落去，等下愛偏香用嘅。韓國除咗嫩油啊，還愛來加橄欖油，還記得做乜嘅兩種都愛加冇？因為啊，係講全部用嫩油嘅話，會有一絲絲嚟甜呢個，故所兩種油全部就愛加哦。加好以後，人就做得冰到微波爐，用呀中大火微波1分鐘，本佢偏香一下。用大火中大火1分鐘，呀1分鐘嘅時間啊，人做得來繼續處理其他嘅部分，因為啊，也頻繁跟下講，很多乜嘅名嘅啊，很多토마토醬豬肉卵飽飯，故所還係有豬肉，呀豬肉啊，人做得也下撈佢調味一下，撈佢鹽到嘅鹽，韓國胡椒嘅，好撈佢鹽上去。鹽油辣嘅量，撒下來加呀胡椒嘅胡椒，鹽上去，等下人會用天火嘅撈佢煎過後，
一下先来本记卤一下，调味一下，过后变顺头，一下就得米包卤嘅东西，鲜香嘅呀，培根啊，含个呢葱头啊，含个呢奶油啊，全部捞去米包好以後，等下就愛撈呀토마토醬，含個飯撈去倒落去，向下來攪攪啊哦。好呀。鮮香差唔多誒，有油嘅就做得撈去拿過來，拿過來以後啊，做得來撈去攪攪啊。哦，有哦呀，葱頭嘅香味啊，含個培根嘅香味全部就已經出來咧。出來以後，等下還愛繼續米包，因為一開始搶起呀，鮮香嘅部分聽聽，接下來愛繼續來米包了。然後的撈飯，你愛食嘅飯嘅量倒落去。我給擺落去，看你愛食幾多就攞佢擺幾多，行個攞佢攪攪啊，先撈飯添生，過後攞佢攪一下。好，一開始阿權我唔係講，有凍到토마토醬冇色體嘅愛用緊身咯，唔是小呀時間佢就做得來用了，佢也係토마토醬嘅主用亂包飯，聽說愛加一條醬了。好，將撈佢加落去，來攪攪啊！好，一時間我來調一下味，來放一啲嘅鹽，放落去，韓國薑樣胡椒味。其實炒飯啊，又不用鹽啊，又不用胡椒味，口味就會當好，就會當香，當好食咯。這個撈佢攪勻來。好，攪完來以後，還愛再個放到米包爐底度，本記米包2分鐘，愛記得用大火，再個本記หั่看一米的喂。好，一下就得2分鐘就做得了。好，用米包叮叮2下就做得皮到吼，當香嘅토마토醬炒飯了。古常用米包爐就做得做用嘅炒飯。接下來，我來煎豬肉了。天火嘅必熟過後，就做得來加油。因為等下還愛煎軟皮，古常做得不用下多嘅油。按你軟皮等下就唔會夾鑊哦。好，必熟一下。燒一下過後吼，就做得來標呢豬肉家下已經有調味過嘅，就做得撈豬肉標落去。好，好，再煎一下。好，先撈豬肉炒熟。好，等下肉炒熟以後啊，你就會撈肉先撩起來，撩起來過後，也帶下個撈佢輕輕啊，你就做得來煎軟皮了。好，差唔多咧，撈佢撩起來。好，呀肉撩起來過後吼，鑊嘅撈佢輕輕過後就做得繼續來放油，韓國愛必熟，聽說溫度愛油辣哦。嗰時一下就來裝軟了，一軟，撈佢放一啲嘅鹽，調味一下。鹽，韓國接下來愛同大家分享一個細油量哦，迄個是講你愛煎軟啊，唔講迄菜脯軟，乜嘅軟係全部會強煎散體咧，你就做得來邊一啲啲嘅太白粉，差唔多1小湯匙，按樣邊下去。各位撈佢攪攪啊，按樣等下人嘅軟皮啊，就唔會按會爛體。好，攪攪啊。攪散來，好嘅以後，呢鑊嘅面差唔多熟誒，就做得撈呢卵倒落去。
好，哦，叽叽喳喳有冇？有小嘅話就做得做到安尼。好，卵皮等佢煎好，然就做得來包同埋豆漿卵包飯了。哦，冇想到哈，你看啊，用呀天王嘅咩做得來煎醬嘅卵皮哦，煎好以後啊，呀卵包飯變到盤嘅地度，哎呀，佢都冇乜嘅好稀罕嘅啊，故說阿全冇愛做嘅版本可以做得來帶出去嘅，故說愛搞太緊用嘅來。包呀卵包飯呢，呀卵皮冰上來以後帶下，不用呀這個保鮮膜冰好以後，然就做得撈其他嘅食材冰上去，像人哋菜呀，好人哋豆芽冰上去，撈佢擺呀，好擺好以後，撒下來就係豬肉包為2片呢，還個撒下來就係飯。然後佢冰上去，像阿 Q 冇安樣，細條嘅味有冇？小鳥味，安尼就冰一啲啲嚟就拉誒。過後你就做得用腦杯嘅保鮮膜，然後佢包起來，像安樣，前面，還個後背，好順風，還個另外一片沒共用。順風，然後佢包起來，按樣包好來，黏黏啊，整形整啊，好，按樣就係阿權妹做得帶出去腦杯嘅頭馬豆漿豬肉卵包飯了。